資公司嘅話係10萬定唔知幾多萬嘅納稅額。如果係內地嘅話係100萬嘅納稅額，就可以掛嗰100萬。哦，咁樣。外資公司嘅話，佢有唔知咩政策優惠，跟住就可以10萬就可以掛嗰邊。呢度啲水應該好深，睇到咁清，喺填海填出嚟啦。